了台湾开始来自新冠病毒的预防下，这2、3天，网络顶一直咧传一张的相片，就是行政院长苏贞昌在注射时阵，迄个注射筒的针头无摕掉，怀疑议长是注假射。到底真相如何呢？今仔日的拍假特工队。 枪比起来，行政院长苏贞昌注阿斯特捷利康 AC 疫苗，不过网络煞传一张相片，顶面写针头拢无背起来，敢会当注？佮靠黄色的针头，怀疑苏贞昌无影咧注，指挥中心来背回说明。 指控人要讲说他凭什么做这样的一个指控哈？那我们会交给我们的法务单位来做研议。 就是它这边其实是针的前面，那镜头有人看到的时候是这边针已经进去了，这边盖子还在，所以其实这边就是已经入针了。实际来看，行政院提供影片，清楚看到台护理师有身为疫苗管仔内底抽疫苗，再来甲苏贞昌注射。其实针头内底这段感觉色的部分，是要用来保护医护人员的。 背针头或者是射针的时阵，免用手去吸，得当直接甲针头断掉。是水果当用来分针头大细机，卖当解决网友的问题。是安怎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注疫苗，针头抽药水的时阵是蓝色，注射的时阵煞变黄色的。它的冒数没有那么多，对，然后又是不是油性的，所以其实一般的针头就可以。23号通常是蓝色，然后粗一点的话是红色，18号。 抽疫苗的时阵，针选较大支，会当抽较紧。不过抽过疫苗针可能变钝，会换较幼的针头，防注射的人嘛较袂痛。一般来讲，注疫苗大部分使用25号针头，只是适量。在咧别个国家嘛有真侪谣言，是针对针头伫咧做文章。 亲像认为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注假射，或者是欧美团澳洲总理莫里森注疫苗无被检讨，经过查证拢是假消息。各国有关疫苗真侪谣言，台湾则拄开始注 AC 疫苗，想要来防疫情，提醒大家唔通欧美讲话传无影无迹消息，较袂扣罚钱。